最近有廣告公司豪掟千萬推出全香港第一部水晶觀光巴士，喺15號就開始運作，我哋就有機會搶先試坐。嗱，今日咧我哋就揀咗呢個下晝 B 團啦，咁就由尖沙咀出發，會去到呢個昂坪同埋機場嘅。咁中間咧就會經過大概20個站到啦，咁最後咧就會翻嚟尖沙咀落車嘅。上層每次最多可以載30人，我就啱啱坐到頭車位，開車嗰陣都幾朗㗎。哇！掟個靚彎嗰陣都要扶一扶。行咗大約20分鐘到，巴士就喺旺角停低，原來係交收點心。好，咁請先享用蝦餃燒賣先。唔該。仲會等派晒所有餐之後，先至繼續開車。咁咧，其實啲點心咧，同平時喺堂食到嘅都話冇乜分別嘅。不過咧，佢抵讚嘅地方咧，就係佢會停咗喺旺角一條街度啦，咁跟住就會送過嚟，先再送到乘客度啦。咁所以啲點心咧都會仲有啲熱嘅。一碟8件點心，仲有甜品，以下午茶嚟講都幾夠飽。不過佢哋就唔肯透露係邊間餐廳供應，話要保持神秘感。巴士嘅左方奧海城，位於西九龍核心黃金圈。邊行仲邊有廣播介紹景點，唔識廣東話嘅話都有其他語言揀。咁咧中途人有3急點算咧，咁就唔使驚嘅。佢哋喺呢個青馬